皇上，民女自己给您准备了礼物。哦，还请皇上随民女移步后宫。好。哎，皇上啊，民女知道您心中现在最放不下的，当属大王爷。但人死不能复生，可今天是皇上的寿辰，民女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皇上。若有冒犯之处，还请皇上恕民女无罪。好，一会儿朕不管看到什么，都恕你无罪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民女在老家认识一位高人，这位高人呢，略懂通灵之术。民女求了他很久，这位高人才答应今晚助大王爷回来见皇上一面。什么？叶儿他回来？在哪儿？叶儿，皇上请。叶儿，父皇留步。人鬼殊途，我们这样说说话就好。真的是你吗，叶儿？父皇好想你啊！儿臣也想念父皇，还有母后。每次看到你们因为我伤心难过，儿臣就心如刀绞。父皇，你和母后这样，让儿臣去，也去得不安心。叶儿啊，父皇后悔让你亲自带兵出征。不能为父皇分忧，能为我朝江山社稷而战，儿臣虽死犹荣。只希望父皇和母后能够保重身体。姑姑，你说这个尹晴柔在搞什么鬼啊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说不应该把寿宴交给他。当初你说你一起帮忙，你都干什么了？我是想帮忙，可尹晴柔不让。晨儿，在，母后。不如你去看看。是。叶儿啊，你可要常常回来看看父皇。父皇，我求高人今日带我来见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不久之后我就将转世投胎，今世你我父子缘尽于此，还请父皇勿要以我为念，多多保重才是。叶儿啊，叶儿，父皇，能做您的儿子，是我今世最高兴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埋在这。叶儿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坐龙体啊，皇上！叶儿啊！节哀顺变。叶儿，真累呀。儿臣也去看看。皇上，大王爷已经投胎转世，还请您多多保重龙体。
朕常常责怪自己，让他贸然亲自出征，又担心他怨恨朕。现在知道他的心意，也罢。希望他能够投胎找一个好的人家。皇上，大王爷刚正不阿，又为国捐躯，上天一定会眷顾他的。想不到你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本领。皇上谬赞了，那个民女啊，只不过是运气好，得到了一位世外高人的帮助而已。世外高人？他现在何处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他。世外高人啊，世外高人肯定是回他的世外去了，他们不在乎这些功名利禄的。而且皇上，你要真的要赏的话，那不如就赏我吧。啊，我说怎么都赏给他了？真想不到，你是如此爽快。皇上，民女是个普通人，普通人谁不想升官发财呀？不过啊，民女不想升官，民女就想发一点点小财。好，那朕就答应你，赏你黄金100两。一发了100两啊！100两？怎么，嫌少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谢皇上，黄金100两，我要发。二哥，三弟啊，你可接到父皇了？父皇和尹姑娘好像还在书房，我不好打扰。哎，尹姑娘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要不你进去看看？既然他们还没有出来，我们在这里等候便是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母后看父皇离席多时，特意让臣儿过来看看。皇上，皇后娘娘他们也等待多时了，不如我们就赶紧回去吧。好吧。你们俩也跟我回去吧。是。皇上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是不是尹晴柔又做错什么了？没惹皇上生气吧？晴柔这份礼物啊，非同小可，甚得朕心。父皇，到底是何礼物？儿臣越来越好奇了。这皇上，民女有个请求。好，说。我希望这份礼物成为我跟皇上之间的秘密。好，朕准奏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难道连哀家都不能知道吗？皇后，不要着急。这份礼物非同小可，你只要知道，朕从今天开始一定会保重龙体，伊儿的事情不会再伤心了。皇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身为母亲，
一儿的事情，朕难受，你一定会比朕更加难受。但是你为了朕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忍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只要皇上明白臣妾的良苦用心就好。朕都懂。好了，今天是朕的生日，不愉快的事情咱就不说了，咱们全家一起吃蛋糕，喝 Lucky's。扫货行动开始！太过瘾了！以前啊，我就想着去星光天地扫个货什么的，就学电影里那样。这个都不要，其他全给我包起来。没想到在古代实现了。就是这个粉呐，质地太粗糙了，一点都不贴妆。就是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这个，手艺也太糙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要是嫌弃啊，就自己做去。你以为我不行啊？如果我真开个胭脂店，就得比他们都强。哎，没错，要是让我在这儿开个铺子什么的，我做的东西，保准比他们有用的多。好嘞。那就开啊！开什么啊？开什么？你开胭脂店，你开百货店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是这全京城最有钱的人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们俩开店，那你干嘛呀？你就白吃白喝啊？我嘛，负责哄老皇上开心，给咱们赚本钱啊。哎，其实啊，就算他什么都不干也行，因为这100两黄金本来就是皇上赏他的。哎呀，别这么说。我们呐，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反正也暂时回不去了，都是要过日子的，那还不如过得好点，你们说是吧？啊？也对啊，也好。哎，那这样，来，祝我们生意兴隆。老板，哟，打包的菜做好了吗？哎，做好了。大嫂，今天怎么没见那个小姑娘跟你一起来啊？她在店里呢。啊，我给小姑娘准备了一份礼物。你帮我带给她吧。不用，太客气了。谢谢。没事儿。其实大嫂，我有件事儿想麻烦你。哦，你说。在这附近有没有好一点的店铺要转售或者出租的？我想盘个店。这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你跟我家小丫头又那么投缘，以后到家里来做客。那就谢谢大嫂了。不用，谢谢啊。哇，能赚好多钱！哟，双儿姑娘，你的贵人还没有来接你啊？他会回来的。你信吗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姿国色呢吧？不过和我们一样是卖笑的，男人玩玩也就罢了。他要是真想回来接你，到现在怎么会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你遇不到好男人，那是你没本事。我孔双双可不一样，见过我的男人就没有一个放得下的。走着瞧吧，等我哪天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，你会后悔用今天这种态度跟我说话的。哎，都当了婊子了，还立什么牌坊啊？切，什么玩意儿！怎么了？这不是双双姑娘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大人，是儿的脚。哎呦，你这脚！哎，来，快！
多谢大人。双双姑娘，您这是伤到哪儿了？让本县帮你瞧瞧。哎，大人，双儿有点口渴。我给你泡茶去啊，等着啊。大人，双儿姑娘，您这是？大人的记案有些杂乱。这些事儿吩咐下人做就行了，怎么敢劳驾双双小姐您呢？双儿愿意。大人，这是？哦，这个是当朝二王爷的金龙佩。先前啊，凌晨王微服出巡，来到长乐县，把金龙佩遗失了，现在还责令我在查找呢。凌晨王，虽说他现在是凌晨王，但是将来啊，可能是太子，再用不了多久，可能就是当今的……双儿小姐，不说了。凌晨王对我可是十分的看重，很有可能会让我进宫入职。双儿小姐，到时候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到京城转转呢？啊？双儿想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三王爷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青柔啊，皇上的寿宴你办得非常好，皇上高兴，哀家也高兴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啊？赏赐？皇上已经赏过我100两黄金了。还有人嫌赏赐多的？那做人也不能太贪心了。好，朕就喜欢你的坦诚。哦，皇上，我想到我要什么赏赐了。好，说吧。我想啊，儿臣想代尹晴柔求一个赏赐。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儿臣恳请父皇母后赐婚，废除3月之约，让我与尹晴柔尽快成婚。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？好了，有这样的姑娘做朕的儿媳妇，朕心甚慰啊。尹晴柔接旨，民女在。朕现在就将你赐给灵齐王谢延琪为妃，择日成婚。儿臣谢过父皇。我说你根本没必要走嘛！你疯了！皇上让我嫁给冰块脸，那可是冰块脸啊！我不走，留这儿等死啊！我觉得三王爷他人也不坏，你别看他口头上拿我威胁你，哎，我毕竟没怎么样啊。再说那天皇上寿宴，人家那么卖力的替你说话，我觉得呀，你嫁给他也不错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特别讨厌他，因为他总欺负我。哎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更得嫁给他了。你想啊，一旦你嫁给了他，你才有无数次的机会去折磨他。得了吧你，那个冰块脸，我可惹不起。哎，对了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啊？那，你要真铁了心要走，那我肯定得跟你走啊。够哥们儿。但是怎么着也得跟老周说一声吧，他还各种找店铺开店呢。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哎呀，你说这古代人也真麻烦，也没个微信啥的。这样吧，你出宫去通知老周，我呢收拾好东西，咱们呢在城门口会合。那你可真想好了啊？那
那当然了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呀，姑姑？嫣然呐，你可别转了。姑姑，你可得帮帮我。姑姑，你答应过我，灵气王妃除了我，谁也当不了。姑姑，你最疼嫣然了。你知道，我打小就喜欢三表哥，他要是娶了别人，我会伤心死的。嫣然呐，你说的这些，哀家都知道。可现在，连皇上都开了金口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我就要三表哥。你可是我们杜家的女儿，哀家绝不允许你去给别人当妾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姑姑，要不然这样吧，琪儿呢，虽然才貌双全，可论起对人体贴入微，晨儿才是最好的。要不然，哎，姑姑，二表哥再好，我心里也只有三表哥一个人。姑姑这不是不想你嫁得那么远吗？我不，姑姑，你要是心疼我的话，就帮我把三表哥抢回来。你嫣然，嫣然，不许胡闹！参见皇后娘娘。哥哥来了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帮我劝劝嫣然。这事我知道了。嫣然的婚事，皇后娘娘就不要再操心了。既然三王爷心有所属，那是嫣然她没有这个福气。爹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输给一个来路不明的丫头，你还好意思跑到皇后这里来，让她为你做主？嫣然，让她去吧。这丫头被我宠坏了，是时候让她知道，不是她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哥哥，嫣然只不过是个女儿家，你也太严厉了吧？你嫂子去世以后，就留下嫣然这么一个女儿，被我娇生惯养，才这么没大没小。刚才我听见皇后娘娘提起了二王爷。没错，你也知道我心疼嫣然，一直想把她留在我身边，所以就想琪儿不行，还有晨儿。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皇后娘娘视嫣然为亲生女儿，您的安排是最好的。可是嫣然，你放心，我会跟她好好谈谈。我就要三表哥，就是三表哥！哎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？邱公公找我有急事儿，让开！灵齐王有令，不许姑娘离开半步。又是谢银齐，他这个爱牵刀的。守卫大哥，求求你，就让我出去吧。邱公公啊，是真的找我有急事儿。我要是去晚了，他肯定会骂我的。你也知道的，邱公公骂起人来24小时都不带重样的。我要是被他骂上一次，3天都睡不好觉。守卫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就放我出去吧。我去就回，保证你们的灵齐王不会知道的。姑娘就不要为难我们了，要是放你出去，我们都要受罚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没必要对我动刀动枪的吧？姑娘请回吧。尹晴柔，皇后娘娘等你半天了，你还磨蹭什么呢？再不去，娘娘要发火了。皇后娘娘找我？废话，邱公公不是一早就派人去告诉你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皇后娘娘在御花园已经等不及了，让我来看看你。你等着，一会儿我一定禀告皇后娘娘，让她好好责罚你。哎呀，杜大小姐，不是我不去，
是这位守卫大哥不让我出去啊。谁让你来的？属下是奉灵齐王的命令，不许尹晴柔离开。灵齐王大还是皇后大？这那还用说？当然是皇后娘娘大了。守卫大哥，你还是让我出去吧。要是皇后娘娘怪罪下来，我受罚掉了脑袋，你也跑不了。可是，放你出去，我们也一样要受罚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去就回，你们灵齐王不会知道的，你也不会受罚的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去禀报皇后。守卫大哥，求求你了。这还不快让开！是。还不快走！是。尹晴柔，你不会真的想跟我去见皇后吧？皇后没找我。别装了，你背这么大一个包袱，不就是想逃跑吗？你不会是想跟皇后告发我吧？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帮我出来嘛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待着吧。回去待着，大不了就是嫁给谢延琪。要是跟你去见皇后，分分钟就没命了。你真的不想嫁给三表哥？天地良心，我宁愿嫁给阿广。尹晴柔啊，尹晴柔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好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你走吧。真的假的？我让你走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别让三表哥找到你。完了。不然呢？成交。谢谢啊。拜拜。表哥，新娘子跑了，我看你这回怎么娶。什么人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们两个轻点儿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邱公公，干什么呀？回邱公公，就是这个丫头，她竟敢擅闯宗祠，被我们俩给抓住了。放肆！这是未来的灵齐王妃啊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王妃饶命啊！没什么，你们起来吧。谢王妃饶命人。下去吧。是。晴柔啊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邱公公，我就是想进去看看，这里边有什么呀？这儿啊，这是皇家的宗祠，里面供奉的都是历代帝王祖先的亡灵。还有镇国之宝天机盘。天机盘啊，是什么呀？天机盘就是开国玉玺的宝座呀。每逢帝王更选新帝和新后
就要到这里来去祭拜，然后啊，从天机盘上取下开国玉玺，在登基的宝册上盖上玺印，这就意味着历代祖先对新帝新后的认可。一定是他了。哎，邱公公，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就一眼行不行？万万不可，只有皇族才能进去啊！哎，外人进去了，那就是死罪。哎，甭说我了，嫣然姑娘，皇后多喜欢她呀，那都没进去过。我说晴柔啊，你若是真想进去，哎，等到灵齐王大婚之日，让他带你进去不就成了？干嘛急着现在呀？只要嫁给仙齐就行了。那是自然了，你嫁给了灵齐王，那你就是皇族。灵齐王大婚，那必然要带你进去祭拜呀，哎，名正言顺。哎，晴柔啊，你进去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呢就是好奇，害死猫。猫也进不去呀。我听说啊，这里边戒备森严，陷阱到处都是。哎，甭说一只猫了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嘿，不过你要是真进去了，那就得……哎，我本来呀还想着再多教你点东西，省得以后回到王府像个野丫头，没规矩，被人家笑话。可是没想到啊，嘿嘿，你这丫头命好，皇上开了金口赐婚。嘿，不过这以后啊，规矩还是得学。古人云：“学无止境嘛。”我说晴柔啊，哎，你这丫头跟你讲个话怎么这么费劲呢？啊，像对牛弹琴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哪天三王爷把你给休了，你可别哭，指不定谁休谁呢。什么？没什么，邱公公，我想最后问您一次，是不是只有嫁给三王爷才能够进入宗祠啊？有啊。什么方法啊？嫁给二王爷、四王爷，哎，或者皇上。算了，我还是嫁给三王爷吧，至少还算半个熟人。王爷，御史张大人、礼部窦大人还有兵部程大人都来了，说是要恭贺您新喜。你告诉他们说心意本王领了。但是今日不得空，让他们大婚之日早点来，多喝2杯。好，那您看这礼物啊，微臣明白，微臣会原封不动送还。下去吧。独孤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瞧瞧这古琴。这莫非就是雅意？好眼力啊！此琴正是雅意，是本王入关那年父皇赐予我的。很多年了，这琴一直藏于阁楼，今日也该拿出来晒晒太阳了。果然是好琴。王爷，看您今天兴致不错，不如弹奏一曲如何？也好，那本王就献丑了。
参见王爷，独孤先生。尹浩，你何时到的？有一会儿了，被王爷的琴声所吸引，所以在下就没敢打扰。王爷，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王爷的琴艺如此高超啊！哪里呀，这雅意呀，若是让那个人来弹奏，独孤，你必定惊为天人。哦，此人是谁？王爷，您一早就让李章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尹浩，我有一事与你商量。我记得你可是家中独子。是，没错。尹老将军战功赫赫，如今也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，不知他与尹老夫人有没有想过收一个义女，承欢膝下呀？义女？就是尹晴柔。晴柔？我明白了，王爷呢是想让尹姑娘以尹老将军义女的身份嫁入王府。没错。你看啊，他也姓尹，500年前你们还真说不定是一家人呢。再者，你也没有妹妹，多一个岂不更好？这王爷是怕尹姑娘的来历一直被大家取笑，所以这次一次性解决。不过王爷，您为尹姑娘可真是煞费苦心呢。我可不是为她呀，我这是为我自己着想。哦，父皇赐婚，我不能不从，但又不能让世人说我谢延琪的王妃来历不明，失了我的名声。既然王爷都开了口，回去我和我爹娘商量一下，他们若知道是王爷的事，想必也不会不答应。那就有劳你了。王爷言重了。咱们家这王爷总算是开了窍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其实咱们家王爷并不爱弹琴。皇上送雅意给他，他就随手束之高阁。是他的一个朋友又把雅意拿了出来。5年了，第一次见王爷又能弹琴。这么说，这位朋友在王爷的心目中位置很重啊。是很重。这位朋友走的时候，王爷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还要谢谢天上掉下的尹晴柔啊。你觉得王爷真的会娶尹晴柔吗？别人怎么想我不管，但是这个灵齐王妃，我尹浩认了。王爷，舅舅，你可算来了，怎么样？王爷何必着急？我能不急吗？寿宴那天，我分明就听到尹晴柔和父皇提到了大哥的名字，可我打听了多日，竟没人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。怎么样？母后怎么说？皇后也不知情，皇上也只是对她说，不必思念大王爷，各安天命便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猜不透啊。舅舅，这与敌军联手害死大哥的事，你也有份。万一被查出来，你我可都是通敌叛国的死罪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可看皇上和皇后的样子，也不像发现了什么。你确实听清楚了，皇上和尹晴柔提起了大王爷。我只听到了大哥的名字。当我准备上前打探的时候，老三来了。这尹晴柔是老三没过门的妻子，他们究竟在盘算着什么？这还用说？
看来，惦记皇位的不止你我。不管老三在算计什么，我们先下手为强。刚刚啊，还又哭又闹的，怎么，这会儿就高兴成这个样子？嫣然，你不是被气糊涂了吧？没有，姑姑，我想通了。自古姻缘天注定，这有缘分的自然可以在一起，没缘分的也不能强求。你能这么想，那就太好了。娘娘，哎呀，启禀皇后娘娘，刚才尹老将军向皇上请旨，说要收尹晴柔为义女，皇上已经准了，改日啊就要送尹晴柔去待嫁了。尹老将军，他怎么突然想收干女儿了呢？这个，听说是三王爷的主意。这个老三倒是怪上心的。嫣然，嫣然，尹晴柔呢？乔姑娘问的，她自然在她自己的房间喽。你确定？我刚从她那儿过来呀。尹晴柔，你竟敢骗我！嫣然，快去看一下。尹晴柔，叫魂呢你！好啊，尹晴柔，你竟敢骗本小姐！哎呀，别骗的，让外人听见我怎么着你了呢？你不是说要离开皇宫的吗？怎么能如此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？这可是皇宫啊，哪能说走就走呢？再说了，这儿好吃好喝的，外面大风大浪的，我在这儿挺舒服的。你无赖骗子！走，我送你出去。别，不劳您大驾，我觉得这儿挺好的。你不是说誓死不嫁给表哥的吗？现在又留在这，是何居心？那个，请注意你的措辞，誓死不嫁什么的，意思就是只要死不了，还是可以嫁一下下的嘛。你这女人，之前还信誓旦旦说不嫁，现在又反悔，哼，肯定是贪图王妃的身份。哎，对，你太懂我了。你说谢仁琪仪表堂堂，又是皇亲国戚，我若当上了王妃，那岂不是呼风唤雨？哎，这么好的事儿，谁不愿意嫁呢？你说是吧？我就勉为其难的，谁让谢仁琪他非我不娶呢？你，我必须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给我等着！哟，我色盲，不劳您大驾了。你给我等着！尹晴柔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住手！成何体统？你还不放下？身为我杜印的女儿，竟如此有失身份！爹，表哥他要娶的那个荒野村妇，言语重伤孩儿，孩儿被人欺负了，爹要替我做主啊！此事我略知一二，皇上既已赐婚，木已成舟，你就另作他想吧。不嘛，我就是非三表哥不嫁。再说我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住口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跟二皇子亲近亲近。自古立长不立幼，大太子归天以后，太子之位就是二皇子的囊中之物，你嫁给他以后就是太子妃，再假以时日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连这点道理你都参不透吗？我不想当皇后，二表哥那个样子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，我就要嫁给三表哥。你不要老看你二表哥举止轻浮，可他内心有雄韬伟略，颇具大志，嫁给他才是你最好的出路。不嘛，我非谢仁琪不嫁。大胆！你敢违抗父命，我罚你禁足，不许出府半步。来人，在。
给我看着小姐。是。嫣然不敢了，父亲，父亲！秦柔，秦柔，哎，这儿呢。哎，走走走走。秦柔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着急让我们俩入宫，这要让人抓住了，那可是死罪呀！瞧你那怕死的样儿，一边去！找你们当然是有天大的事儿了。我知道咱们回去的关键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我想，我们回去的关键，也许就是那个放在皇室宗祠里的天机盘。天机盘？那还想什么？进去一探究竟就是了。你傻呀你！外面有大内侍卫把守，里面有机关重重。我们要是这么进去啊，分分钟就……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呢，思前想后，觉得想毫发不伤地进入祠堂的方法呢，只有一个。哎呀，我的祖宗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那就是嫁给谢云奇。要我说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哎，看我今天晚上就把天机盘偷出来。嗨，是与不是，看清楚了不就行了吗？哼，你当自己是陆小凤还是西门吹雪啊？那可是皇宫禁地，大内侍卫围的是里3层外3层的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哼，何况你这种糙老爷们儿。我不行，你行你上啊，no can no 逼逼。你俩别说了，我现在不也正为难着呢吗？硬闯肯定是不行了，所以我才把你们俩叫过来商量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。对，怎么也不能让你牺牲色相吧？够哥们。哼，我倒觉得嫁给三王爷那招不错。哎，你三王爷那么帅，又是皇亲国戚，放到现在，那个妥妥的是白马王子，能嫁给他，那可是万千少女朝思暮想的梦啊！秦柔，你跟我说，你就从来没想过嫁给高富帅吗？想是想过，可冰块脸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人家三王爷对你可是有情有义的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他怎么对我有情有义了？别不信，我早就打听清楚了。你之前在宫中犯的那些错，你以为是谁给你解决的？三王爷。还有，之前你受罚的时候，哎，有人替你解围，那可都是三王爷授意的。秦柔，要我说呀，你就别想什么歪招了，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乖乖的嫁给三王爷，进祠堂一探究竟。要是行的话，我们就解决了穿越的问题；要是不行的话，乖乖的做你的王妃。我们以后啊，还得指望着你呢。得，起火，走人。秦柔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叶子啊叶子，你说谢云奇他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他是喜欢我呢，还是讨厌我？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喜欢我，不啊！尹晴柔，你醒醒！这么狗血的桥段你也用啊？好烦啊！这古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嘛？婷柔啊，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是，周公公哟，到底是要当王妃的人了，连讲话都不正眼瞧老奴了。邱公公就别拿我寻开心了，我正烦着呢。我跟你说呀，晴柔，这要当了王妃呀，言谈举止可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乱了规矩。明天就是你出宫的日子了，你这一走，
一时半晌的，那是见不着了。公公，我舍不得你。我呀，就是瞧不得你这可怜巴巴的小眼神儿。舅公公，秦柔感谢你这么多天对我的照顾，这是我托我朋友给你做的暖宝宝，以后您在风湿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疼了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肝儿啊！你说我这离了你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这，舅公公。好了，你呀，甭看三王爷平日里他不苟言笑，其实啊，他是面冷心热，对你也算是一片真情。你跟了他，想必不会受什么委屈。公公。尹姑娘，轿子已在外等候，咱们走吧。地方声说让我过来伺候小姐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我也是。青柔，先随我去见过家父家母。好的，大哥请带路。这边。走。爹娘，青柔来了。哦。见过尹将军、尹夫人，民女有礼啦。哎呦，好漂亮的姑娘，看到你就喜欢。尹夫人夸奖了，您才是又富贵又端庄呢。好甜的嘴巴呀，王爷真是有福气。你看，我们又多了个女儿了吧？尹将军、尹夫人如果不嫌弃的话，那民女就叫二位爹娘如何？好。哎，太好了，真好。浩儿，你又多了个妹妹不是？大哥好。青柔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大哥一定赴汤蹈火。大哥，这话我可记着了啊！参见王爷。尹老将军、尹夫人，不必多礼。哟，我看晴柔一定是饿了，我下去准备点饭菜。啊，走啊！别走啊！别留下我一个人嘛！走吧。干嘛？你不想看看这尹府是什么样吗？虽说住不了多少时日，不过你还是要转上一转吧。我肯定是要看的，说不定我以后都住这儿了呢。走哪边啊？右边。贤姐。你为什么要娶我？你要是觉得我砸到你，你要惩罚我，那你大可以骂我、打我，那你为什么非要娶我呢？那本王倒是要问一句，你为何不愿嫁我呢？哎呀，在我们老家那边，就是
谈恋爱是很容易的，但是结婚是要有前提的。首先呢，你得是四有新人，有房、有车、有款、有型什么的。不过好像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这全天下都是你家的，你既是官二代，又是富二代。哎呀，不过真可惜，谁会喜欢你这个冰块脸啊？简直面瘫到极致了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女子喜欢本王啊？对，有个叫杜嫣然的，就特别喜欢你。怎么样，你把她娶回去啊？哎呦，好了，其实呢，找老公不一定要找有钱的，一定要找一个一心一意对你的，尊重你、理解你的，偶尔呢再有一点点小浪漫就足够了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反正你也听不懂。本王虽听不懂，但却一一记下了，日后慢慢参悟便是。我走了，你在尹府安心待嫁就好。你，就算要结婚，好歹也弄个求婚什么的呀，现在弄得跟强抢民女似的。你说什么？何为求婚呢？哎呀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走了。求婚？给我让开，滚开！小姐，相国大人吩咐，没有他的命令，不许你踏出府门半步。滚开！本小姐要出门，你居然敢阻拦！就不怕我禀告我爹，要了你脑袋？哎，请小姐息怒，连你也能忤逆我！不要为难小的。你给我让开！小姐，您别这样，您不要为难我们，小姐。让开！大胆！参见王爷。你们吃了豹子胆了，敢在本王面前造次！王爷息怒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表妹，你所谓何事和这些下人纠缠在一起啊？成何体统？表哥，你今天来所谓何事啊？我今天是来找相国大人商谈国事的。哦，不巧，父亲今早去了西郊无极观参拜，至今未归。那本王不叨扰了。哎，表哥，表妹有何事？表哥，你能不能带我出去玩啊？他们不放我出门，你若开了金口，他们绝对怕你，肯定就放了我了。求你了，求你了。这正是何难？本王要带表妹出去游玩，还不放行？王爷，大人吩咐过，连本王的话都不听了，是让我去请示你们相国大人吗？小的不敢，谅你们也不敢。表妹，上轿吧。就这京城的集市，比起北京的国贸、金融街，可真是差太远了。不过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古代的城市，所谓繁华，大概也就是如此吧。就像我孔双双这般人，在现代艳压北京城，到了古代，也必须古镇一方。也许，这就是我的第一步吧。表妹啊，要不然我们去醉仙楼尝尝河鲜如何呀？没兴趣。那我们去看西域舞姬，更没兴趣。你什么都没兴趣？哎，我说我们也走累了，要不在这儿歇歇脚，吃点东西？也好。表哥，你先进去，
记得帮我点一份醉鸭。哦，我刚才看见路过的胭脂铺有个上好的胭脂，很是喜欢，我去买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等等，这种事情让下人去办就好了。哎呀，不嘛，你们大男人都是毛手毛脚的，再给我买错了，岂不还要折腾？我呢，去就回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先去把菜点好，等一会儿我回来就能吃到现成的啦。好，那你去吧。老二，这个雅典。小姐，你就别晃了，你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雪儿，你给我找点事儿做吧，我快无聊死了。小姐，你可真会说笑，这哪有下人给主子找活干的呀？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。福？我哪来的福？明明是发福才对。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子了？再说了，这儿一没零食吃，二没游戏玩，三没电视剧看，简直比皇宫还无聊。大哥，尹将军，妹妹，我来看看你。哎呦，大哥，你就带我出去玩吧，我都快无聊死了。三王爷还真是了解轻柔啊。仙琪，他怎么了解我？三王爷说这几天你未曾出门，肯定闷坏了。这不，让我来找你，与他一起去东郊游玩。真的吗？嗯。管他是仙七还是仙八，只要能出去玩就行。走吧。哎，杜姑娘，您这是？我表哥呢？王爷。快说。王爷去游湖了。游湖？他倒是好兴致。那你赶快送我去找他。这恐怕不方便吧？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哎呀，尹姑娘也会一同前去。什么？她去了？那我就更得去了。杜姑娘，你就别难为小的了。李章，我好歹也是皇亲国戚，你既然要是不送我去，我见到表哥就说你把我扔在大街上，不管我死活。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看他们不拿你试问才怪。反正我今儿是非去不可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好吧，那就请杜姑娘稍等片刻，李章这就去准备。尹晴柔，绝对不允许你抢走我表哥。启禀王爷，胭脂铺的人说没见过杜姑娘打扮的人去。退下。是。死丫头，竟然敢跟我耍花样！混账！公子，真的是你！公子，双儿终于找到你了。是你。你怎么来京城了？自从那日与公子一别后，双儿的三魂七魄都在公子身上。双儿一直惦记着公子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也不再见其他客人。妈妈把我赶了出来。
双儿一直都在流浪，走到京城已是身无分文，所以只能在这酒家做工。双儿四处流浪，身边也只有这金龙佩半身，纵是再困苦，也从未动过他的念头。只想有一天能当面见到公子，亲手将这玉佩奉还。真的是苦了你了。双儿不苦，双儿今天已经见到了公子，也是达成心愿，双儿此生无憾了。公子，双儿就此拜别了。等等。这是好事啊！记得书上记载，有些地方的人放风筝，专要剪断风筝线的。这样呢，风筝就会带着霉运飘远了。轻柔，这说明你要开始走运了。呵呵，遇见你我就没好运过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风筝断了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等一下李章过来，自然就有好玩的了。就你会卖关子，切！表哥哟，时刻都忘不了你的表妹啊！表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。王爷，杜姑娘刚刚到府上找您，见您不在，便询问我您的去向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只好告知了您的行踪，请王爷恕罪。罢了，来都来了，李章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去前方琅琊台休整一下。是。你小心点行吗？知道这琴有多名贵吗？有多名贵？是李雨琴还是焦伟啊？这么说，秦柔姑娘对古琴有如此的见识。那不妨让我等见识一二。谁规定见过猪跑就要吃猪肉啊？不行就闪一边去。去。余音袅袅，绕梁3日。几日不见，表妹的琴艺又精进了不少啊。大哥啊，你听得出好坏吗？我是粗人一个，怎么会懂得琴瑟音律啊？表哥，
你上次说要教我那首古曲，趁今日雅兴，教与我可否？今日高兴，就教育你好了。好好啊。好听好听，表哥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弹奏吗？不如今日我们就试一下，合作一曲如何？还4手连弹，你以为你们是朗朗周杰伦啊？切！别以为皇上赐婚了，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们的感情是你比不了的。表哥现在，估摸也就图个新鲜。啊，就跟这根香蕉一样，不新鲜了，也就只配扔掉。哼，也对，也不知道是谁为了图个所谓的新鲜，就把那么多年的青梅竹马给扔掉了。你这青梅竹马到底多无趣啊！啊！我撕了你这张嘴，让你逞强！嫣然，嫣然，嫣然，你们先下去。是。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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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嫣然。表哥，嫣然，为何会失足落水啊？是他推我下去的。我推你？就是你！你见我与表哥有说有笑，便心生不忿，就想置我于死地。我懒得跟你们解释。想不到你这女人竟然如此歹毒，就想置我于死地！燕青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好了，宁浩在，起身回府。是，走吧。表哥，刚刚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就知道你对我好，不会让我出事的。哼，那个尹晴柔实在太可恶了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停下，嫣然，你等一下。
哎，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回来！您好。王爷，您这是？本王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由你护送嫣然小姐回去。这还不快去！是。离杜甫还有一段路程，嫣然姑娘还是将衣服披上吧，以免着凉。哎呀，拿开！本小姐怎么能穿这等粗劣的衣物？都是那个师妹说的小贱人，不知给表哥灌了什么迷魂汤。等我逮到机会，非扒了她的皮，抽了她的筋。小姐身为相国之女，言语却如此粗俗，实在是有伤大雅。你一个粗人也敢教训本小姐？尹某虽是练武之人，却也随家父学得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。你爹也是个粗俗之人，给我爹连提鞋都不配。你竟敢侮辱家父！哼，你一个看家狗也敢放肆！你什么你啊？外厅给我滚！哼！